各位老細，又係你執筍嘢嘅好時機啦！而家喺中山火炬開發區呢一個位置咧，攞低咁樣嘅大平層單位，仲要帶埋全屋豪華裝修，單價只需要11,000蚊，首期25個，你就可以上車啦！全屋嘅中央冷氣咧都係東芝品牌嘅，廚房嘅位置咧亦都係所見即所得啊！用翻我哋一線品牌方太嘅牌子啊！而家我哋睇嘅呢一套單位咧就係142平方嘅4房3衛大橫廳，仲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啊！而且住喺呢一度咧，交通同埋配套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噶，5到10分鐘你就可以去勻晒周圍嘅大型 shopping mall 啦。Coco City 富日城、遠洋城、萬象匯任你行啊！而且仲有28蚊嘅樣樣巴士咧，可以直接去到深圳大劇院，駁翻3個地鐵站咧，你就可以去到羅湖關口啦。而家喺市中心呢一個位置，單價11,000蚊，首期25個上車咁樣嘅大平層單位。如果你有興趣，記得留言我 send 你詳細資料。